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Wake and Watch 呢個系列叫做基督徒常誤用的經文。今集要拆解一節好常被引用，但經常被斷章取義嘅經文。唔理你係咩宗派，都可能會誤用。就係哥林多後書3章6節嘅下半部分，因為那字句叫人死，正義叫人活。好多人認為字句就係死字啦，正義係屬靈意思，聽落去好似好有道理，但真係咁嘅咩？我拎幾個聖經譯本俾大家睇下。先睇和合本，不是憑着字句，乃是憑着正義，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正義是叫人活。環球聖經譯本，這新約不是律法條文的約，而是聖靈的約，因為律法條文使人死，聖靈卻使人活。LSB Who also made us sufficient as ministers of a new covenant, not of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 咁樣對照清楚啦嘛？和合本嘅字句等於環球聖經譯本嘅律法條文，等於 LSB 嘅 the letter。和合本嘅正義等於環球聖經譯本嘅聖靈，等於 LSB 嘅 spirit。經文中上下部分嘅對比就係舊約律法對新約聖靈。好多基督徒會誤用，點樣講啊？你哋得嗰啲知識冇生命，讀字句係會要人死噶。因為佢哋將字句直接等於聖經文字，正義就等於經文背後更深嘅屬靈意思，咁樣就會導致靈意解經。問題係呢啲解釋都係將自己嘅前設硬套落去聖經，錯誤嘅前設可能會帶嚟好危險嘅神學。如果你識得用信心宣告禱告，呢個信心話語運動嘅代表人物 Creflo Dollar， 佢係美國一位以成功神學聞名嘅牧師。就用過呢種邏輯。And everything produces after its own kind. If horses get together, they produce what? And if dogs get together, they produce what? If cats get together, they produce what? But if the Godhead gets together and say, let us make man, then what are they producing? 馬生馬，狗生狗，貓生貓。咁神造人，人咪就係小神咯。你見啲觀眾都神情呆滯，唔緊要噶。呢啲牧師好識自圓其說，會加句經文，就例如詩篇82篇6節啦。我曾說你們是神，咁咪搞掂咯。得出嚟嘅結論就係人本質上係神，但係只係暫時住喺肉身入面啫。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錯誤前設，將形象混淆變成本質，將受造變成創造。脫離詩篇82篇嘅語境，最後滑向小神論啊，即係 Little God Doctrines。好多牧者喺90年代都有呢種神學觀，所以信心話語運動背後嘅神學觀其實好有問題。解經學者賴約翰牧師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班客座教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賴若翰牧師。我們經過10部釋經法了以後，我們就會進到這個釋經講道法。我們怎麼來找到經文的主題，然後把這個主題，然後當着那個核心的信息，然後傳遞出去。佢嘅代表作《10部釋經法》入面提到，研究聖經或任何其他的學科都不會有絕對性的歸納法出現，因為每個人在接觸聖經的時候，都會有意或無意，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與假設前設。其實帶有前設讀經並無不妥之處，而且沒有人可以不帶前設來讀經。只要在讀經之時，不以前設為無上的權威來限定聖經的信息，而是經常以聖經的信息來衡量前設的準確性。正確做法係點啊？用聖經去檢驗前設，而唔係用前設去限制聖經。我俾3個例子大家睇下頭先嘅經文，字句叫人死，正義叫人活嘅真正意思。第一個例子就係以色列人守律法，喺雅各書2章10節，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結果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跌倒，落喺咒詛同死亡入面。申命記27章26節都講過，不堅守遵行這律法言語的，必受咒詛。咁就係字句叫人死。第二個例子，耶利米書31章33節，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咁神點樣將律法寫喺人嘅心裏面呢？唯有聖靈嘅內在更新，改變人嘅心。第三個例子，喺未信主之前，保羅以為靠律法可以稱義，可以話佢係自義啦。腓立比書3章6節就熱心說，我是逼不救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的。LSB 係咁譯。As to zeal, a persecutor of the church. As to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in the law, found blameless. 但係羅馬書7章9至14節，保羅講得好清楚。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因為罪趁着機會，就藉着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嗎？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睇唔睇到啊？保羅認為律法令佢更清楚自己係罪人，但直到佢遇見復活嘅耶穌基督之後，先得到靈裏重生。換句話講，律法可以照出問題，但唔能夠救人。唯有基督同聖靈嘅工作，先可以賜人新生命。哥林多後書3章6節嘅重點，唔係話你讀死書冇用，要靈意解經先叫人活，而係清楚話俾我哋知，律法只能叫人死，唯有聖靈藉着基督先能叫人活。大家以為唔好再誤用經文，以和合本字面意思就算明白，其實事實可能會同你諗嘅嘢係差天共地啊！希望大家明白哥林多後書3章6節嘅意思。分享或者留言嘅時候就多加注意啦。多謝收看 Wake and Watch， 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職事，不是憑着字句，乃是憑着經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經意是叫人活。聖經中明明白白教導我們不要死在句下。然而現在教會內部，分牧師教友覺得只有自己是正統，好像只有他們有解讀聖經的權利，也不知道他哪來的底氣。如果其他牧師對原文做了一些深入解讀，他理解不了，就立即把別人打為異端邪說。理由就是聖經裡沒有原文。現在這樣的一言堂教會，肯定是被魔鬼撒旦滲透，借此排擠那些真正能夠解讀聖經經義的牧師。解讀聖經應該本著有理有據的原則，有理就是講得很有道理，有據就是聖經中有根據。本教會所有解讀都是從聖經而來，都是引經據典，並且對每段經文的講解都是本著符合邏輯，前後不矛盾，整體上自圓其說的原則來做解讀的。我們相信主基督真正的羊一定認得主的聲音，自會有一個理性而明智的判定。